那个黑牛饼黑葱肉饼。哦。对，以前俺妈妈讲，伊能晚上会放乖耶，青蛙。对，我是没有吃过青蛙的口味，这个应该没有青蛙吧？没啦。那个几道后来是标行的咸鱼。对，后来我的餐厅也有做，不过那个吼，没含鱼的，哈，就纯粹煮肉、葱花，还有客家的油葱酥。哦，好了，这款啊，纯肉的香。哦，传统没有，也没有，好像比较客家的餐厅才会有。对，但是这是俺不开米西，俺妈妈吼，记生时候会带便当嘛，俺妈妈又会整那个牛饼，哦，带便当，哦，你会有那个，嘿，然后到现在，长大了，规个时候，同俺妈妈讲，妈妈，这边规吃饭哦，你要记得吼，整个牛饼，还要吃牛饼哦。某些时间是都 V 哦，不会呢，就是非常想念的味道。因为吼，俺阿公，就是卖猪肉的。哦，这些时候一定我们家不卡吼一定有牛煮牛龟头。哇，嗰种年味龟原先的，哦，以前各种那个蒸肉啊，整的、煎的、炒的，俺不卡拢有。俺阿妈、俺哥哥做料理呢，俺妈妈又有福到。不过，这些时候，俺妈妈又时常，做生意无限呢。然后要带便当的时候，她就要想说，做嘛个料理。那个印象中吼，就是我妈妈最常做的。哦，嗰时候就会讲到吃到妈妈的菜要点菜，你就会点那个。走，有很多菜都可以点。不过吼，我妈妈的那个常备菜有那个葱肉饼。哇，吃到就会感觉很像回到家了，这样也感觉。